国媒体继续酿出丑闻，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正在继续之际，中国当局试图掩盖东突厥斯坦的迫害，而中国媒体则声称，中国政府给东突厥斯坦人民带来了欢乐与和平。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政府给东突厥斯坦人带来了他们期待已久的欢乐和安宁。吴培，小吴，来，快！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喀拉喀什强烈批评了中国媒体的不真实报道。他回应说，中国当局不断强化东突厥斯坦的压迫政策，至少有500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在集中营里被拘留，这导致了数百万东突厥斯坦儿童成为孤儿。中国媒体则声称，政府给他们带来了幸福和安宁，企图掩盖中共政权的迫害，欺骗国际舆论。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在中国的犯罪集中营中丧生，而中国媒体传播这样的消息令人难以置信。中国要求引渡哈萨克人。东突厥斯坦哈萨克人嘎里木别克沙米干逃亡中国集中营后，通过台湾转机到了阿拉木图，但是哈萨克斯坦当局不允许他入境，然后他只好飞往乌兹别克斯坦。据报道，他在塔什干机场被拦住。中国外交官员称，他们已正式提出引渡沙米干的要求。联合国卡舒吉系遭沙特官员杀害。联合国调查人员称，卡舒吉系遭沙特官员野蛮和有预谋杀害。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卡拉马德领导的沙特记者卡舒吉案调查团队近日在土耳其收集到证据，表明卡舒吉是沙特阿拉伯国家官员策划实施的野蛮和有预谋杀戮行为的受害者。美国大使呼吁联合对抗中国。美国驻欧盟大使格登桑德兰说，与欧盟一道，美国是40万亿美元，这足以在经济、情报和军事方面对抗中国，因此欧盟和美国必须联手对抗中国。桑德兰认为，存在商业上的不平衡使欧洲受益，欧盟和美国应迅速解决商业领域的问题。土耳其大团结党主席穆斯塔法·大斯提吉说，那里是东突厥斯坦，不是新疆。大斯提吉在安卡拉举行的以东突厥斯坦、伊宁大屠杀和集中营为题的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中国当局近年来强化了针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打压政策。